今日是大港节第二主日，咱点着2支紫色的蜡烛，象征备办信心，邀请兄姐，咱用坚定的信心备办听候主耶稣基督倒来。宣调，你的律法是我所疼惜的，我因为你公义的判断，逐日7摆学罗你。疼惜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无一项会颠破因的骹。这是咱来学罗用新圣诗第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锁匙，伊会拍开主圣旨意。当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便便爱你指示。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至圣的神。请咱起立。咱即时要来告别，咱来用上帝的10条诫来做咱的信仰的告别。第1诫，我以外你毋通有别的上帝。第2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伊的像。毋通敬拜伊，也毋通服侍伊，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无用阮用别的上帝匹配我，怨恨我的，我追究伊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施恩予伊直到10代。
第三诫，毋通男生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男生称伊的名的，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四诫，你要安息日，守之做圣。6日内应该着活，做你一切的工，独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精使，以及带伫你中间的出外人，一切的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万物，第7日就休。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7日以做圣。第5诫，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着久长。第6诫，毋通害死人。第7诫，毋通惊奸。第8诫，第9诫，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诫，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奴仆、女婢、牛、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咱即时请坐，咱同齐来读启应文第29篇，也就是圣诗的第119篇。咱看咱手中的新圣诗的后壁面，也是咱看头前的投影片。即是我来刻，咱请咱会众来用。行为无通指责，坐声听叹上主的教示，坐声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样？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尾喙齿。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下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这是咱同齐额头来祈祷。主爱阿爸爸上帝，阮倒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阮要用感谢做祭献上予你。感谢圣洁公义的主，无惜家己的囝，为着阮众人的罪来献伊，将这白白恩典来赏赐予阮。主耶稣，你是阮世间的愿望，阮的心真正大大的欢喜，要来备办庆祝圣子耶稣降生的日子。全世界要充满期待、平安甲欢喜。伫黑暗中的人要看见着光，忧伤的人要变成欢喜，失败挫折的人要得到勇气来继续打拼，破病的人嘛要得到信心来医治，恢复健康。阮要学老主，因为主耶稣是阮一切，互阮的一切拢无得共款。伫
伫咧基督的内面，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但拢变成是新的。即是礼拜的时，阮嘛求圣神来引带带领阮，互阮渴望的心会当甲主来相拄，来照着詹牧师所分享传讲的信息，来开阮的耳孔，开阮的目睭，互阮会当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主，阮倒一摆，阮真正是有福气的人，阮有你来做阮随时的帮衬，阮嘛会当互阮会当一摆倒一摆，真实来经历着主你的能力甲智慧，来陪伴阮行过阮人生的每一个关山甲峡谷。主，阮感谢你，遮的恩典拢赏赐伫阮的身上，嘛愿荣耀来归互你。那即时，愿感谢恶乐，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赞美，今日是抗日团契要来带领咱赞美。今日赞美的歌曲是《君王就伫咧遮》，君王就在这里。
哈利路亚是咱的君王，就伫咧遮，伊设立宝座伫咧遮，咱今日就是欢喜快乐来遮，要来倒再见咱的主的面。咱只是要来强守上帝的话。咱来掀开圣经，伫咧诗篇第119篇第1节到第8节。咱只是同齐来读第1节，所行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即互人有福气。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即互人有福气。因无做不义的事，因遵行伊的道路。你捌将你教示的话还复阮，是爱阮殷勤遵守，愿我的趋向定着来守你的律例。我对着你一切的诫命，就无止见效。我学习你公义的判断，就要用正直的心感谢你。我要守你的律例，求你毋通一真放杀我。以上是咱今日的圣经节，愿主赐福伫听耶话、倒照耶话来行的人。今日是请詹牧师詹正志牧师要来甲咱分享，分享的题目是听从上帝的话。咱请詹牧师。大家平安。真欢喜有这个机会，搁一遍甲咱中间三甲敬拜上帝。伫3年前，我慢慢伫这个所在代替圣经公伫这个所在来报告。今日搁一遍受交托，伫这个所在来报告圣经公会事工。像咱伫迄个，我拄则咧看咱的奉献表的中间，奉献袋内底。有一个内底有真侪丰富的内容，我相信这圣经公会对咱来讲是一个真正要紧的帮助，互咱会通去三甲用圣经、用上帝话，真侪传福音的器具。总是搁较要紧，迄个圣经嘛，真侪咱日常生活真正认捌上帝、遵趁上帝话，甲伊的律例来行的一个准则。所以咱大先三个额头来祈祷，主，阮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搁一遍伫你的面前鞠躬敬拜你，互阮学到你的时，真正将你的话铭记伫阮的心内。主，阮搁一遍感谢你，因为你这的话是真侪阮生命的准则，也真侪阮的拯救，真侪阮的帮助，真侪阮的赢者。互阮倚靠你，阮就的确安稳自在。伫你的面前，阮献上阮的感谢，嘛恳求你激发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心努力，用上帝你的话，真侪水的见证，伫逐所在来引带人来认捌你，得到你救赎的恩典。伫你面前，阮鞠躬将今仔日的讲坛分别做成，愿主你亲自教示引带，感谢祈祷，各下所祈祷圣名，阿免。真正欢喜，咱今仔日伫这个所在三甲做伙礼拜，总是伫要。讲道的事件的中间，我要甲大家三甲来分享，有一个人一个韩国的宣教师，到伫中国大陆25年久，伫遐做宣教的工作。这个牧师伫2年前，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互公安掠去，然后关一段时间了，然后甲驱逐出境。这个牧师伊本身两个夫妇。伫27年前到伫中国大陆，大先是住伫上海，用上海做伊的基地，总是伊的目标伫正式的引带下面甲伊讲，你爱西边去，因为迄个所在是一个偏远的地，是一个沙漠的土地，所以我要伫沙漠中间开江河，你就去，所以伊就受这个引带感动了后，就甲伊的负责人。常常虽然踮伫上海上界富裕、上界好势的所在，总是因要求
常常坐30点钟、40点钟、3天、4天的时间，到伫上远，到伫西藏去传福音。伫迄个中间，伊伫遐一个真正深的经验。伫韩国是一个教会非常发展，也是非常进步，嘛不知努力的一个国家。所以伫迄个中间，伊嘛能自由敬拜上帝，甲咱同款。咱嘛能伫遐所在自由敬拜上帝。总是到伫迄个中国了后，伊才发现着讲，哎呀，伫这个所在要诚侪上帝的囝儿，虽然有迄个心，总是迄个环境啊啦，有可能无？无可能。常常就是面对困迫、压迫、屠杀。所以伫迄个中间，伊伫迄个内面嘛经过即款的经历，所以要到伫一个庄社，到伫一个教会。要去聚会时，特别咱人讲有一个教会叫做家庭教会，对无？有一个三自教会是甲共产党做伙合作的教会。总是有一个教会，伊迄个所在感觉讲，咱无应该参共产主义即无神论的一个政府合作，成立一个三自教会。所以因伫迄个中间，全咧变做地下的教会。所以因地下教会叫做家庭教会。因的聚会毋是伫礼拜堂，是伫家庭的内底。总是要到一个家庭礼拜的时，伫遐所在要敬拜上帝的时，因就袂当公开吟诗，因为因若吟诗会安那，人听到就去通报，公安就随来抓。所以伫迄中间，因伫迄款的环境的中间，你甲想，是一个无自由的环境，要安怎伫迄所在自由来敬拜上帝？除了因的心拍开，求圣神帮助因以外，因实际上伫敬拜的中间，伫因日常生活的中间，老实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的行为、我的信仰是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的时，因就面对什么款的危险？受掠的危险，甚至丧失生命的危险。总是因伫迄中间，伊经验一项，就是讲，迄中间伊去看见。这个百姓中间，伫这个环境的内面，也是伫遐中国人伫这个环境的内面，要安怎样认捌上帝？因为无法度说信人。咱外国人到伫中国内底，嘛袂当自由去传讲、神学、训练，也是这个圣经的价值。所以伊入去是只有甲咱讲一个道理。伊讲我入去只有甲咱讲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今仔真侪姊妹，现在咱的行程拢有挂一个，嘛常常咱的破链拢有一条十字架，有即款的十字架，请举手。无诶人举手，搁较济哦。伊伫迄个中间，伊比较经验上是讲，咱伫这个所在，甲迄个十字架摕来做破链，是一个砖塔，对无？是一个砖塔。迄个砖塔对你来讲什么意思？毋是咱基督徒才咧挂迄个十字架。你会到伫街路中间，真侪少年人，伊嘛有哪破链嘛一个十字架。所以个十字架对伊来讲有意义无？看水的，看水的。所以伫迄中间，伊伫迄个中间真要紧一个教示，伫教示遐个百姓，就是讲咱所得仰望迄个十字架。不论是伫你的身躯呢，还是伫你的更较要紧伫你的心内，迄支十字架到底有啥物款的意义？迄个十字架绝对毋是砖塔，对无？迄个十字架是代表啥？代表上帝疼，代表上帝疼人，对伊的圣囝耶稣基督，为着世间人，甚至为着咱的罪，死于十字架顶。所以保罗先生讲吼，讲。为着义人来死的检采吼有啦，总是为着罪人、为着对着来死的人有无？伊讲真少啦，独主耶稣基督伫咱还佫做罪人的时替咱死。所以讲，迄个十字架是一个死的十字架，总是迄个对死过活的十字架。咱袂当甲他讲哦，耶稣已经过活，咱得享受耶稣过活。咱特别咧伫迄个。抬杠这时，点2支蜡烛，表示盼望，表示信心，
伫这中间，咱咧听候耶稣基督，伫咱的中间的时，咱的心境是啥物？咱敢若咧庆祝耶稣的降生。总是我伫台东牧会12冬久，伫台东新港的成功镇，咱捌去过无？迄个三仙台捌去过举手？三仙台，真侪人去着无？三仙台迄个庄社就是叫做成功镇，古早名叫新港。所以我伫新港教会将近12冬的11冬外的时间，我想这所足侪教会，伫关注呢足侪教会。咱若去到东部，毋是看到庙啊呢，是看到教会较济庙啊，对无？所以伫迄中间，我就招这个教会讲，咱来庆祝圣诞，联合来庆祝圣诞好无？我就甲高中的校长、罗导友，我甲伊讲，伊话哦，足好啊，足好啊，所以就招这个教会。就是去到真耶稣教会时，真耶稣教会这个长老。因无牧师啦吼，因为长老甲我讲啊，牧师歹势，阮教会无在庆祝耶稣的出世。我讲啊，无恁教会在庆祝啥物？伊讲阮的教会在孝念，毋是庆祝哦，阮的教会是孝念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功劳，比庆祝耶稣的出世较要紧。所以是看十字架最要紧。因为迄个十字架内底的记号，毋是干那一个装摊的记号，乃是一个拯救的记号。所以十字架之道，迄本册写讲讲，伫旷野派十字架，派主耶稣的十字架。我相信咱伫台湾，咱无即款的经验，所以当我咧看即本册时，我不止受感动。所以我甲伊讲，牧师，我请你吼，搁互我30本的即款的册。我通送互这个真正有心为主做工的传教者，也是这个人。伊甲我讲，伊讲啊，安尼当时会当互你，我讲你若会当的时间，我就去摕。甚至我甲伊讲，我的确要为着这本册，赞助淡薄的印刷费，因为要印刷着钱无，爱嘛。所以我要为着这个册，毋通你印较济咧。因为伊印2000本，我相信伊真紧就分了了。总是伫这本册中间，在讲起上帝话，在讲起上帝话，若毋是上帝话伫咱的心内，总是毋是讲伫咱的心内。上帝话若讲伫咱的心内，无人看会到。若伫咱的心内，你无讲出去，无人会当认捌主。所以圣经甲咱讲啥物？福音真正好，总是若无人传，就无人安那听；若无人听，就无人安那无人信；若无人信，就无人安那无人通行。所以对上帝话是毋能够听进入你的心内相信。我要紧是对你的生命中间真正活出耶稣基督，活出生命的话，迄个才是真侪有气力的一句话。所以这个牧师伊伫中国25冬，闪闪秘密，目的是啥物？是为着上帝话，为了要帮助遐个刻无上帝话的人来得到帮助。伫2冬前，我去有一间教会在讲道的时，迄间教会真正淡志。遐个我入去的时会友。我看迄会友，大家拢安头咧咧，安尼都哀，都安尼吐气。原来迄间教会是一个真正立场鲜明的一个教会。伫伊个讲台后壁6支的国旗，6支的国旗。虽然毋免先行礼，总是伫迄个台下顶插6支的国旗，迄代表啥物？咱拢知影对无？所以伫迄中间，因为啥物淡志？因为伫迄中间，因看见因的对德。竟然赢过因所拥护的人，所以因伫迄个所在感觉足实际。我甲因讲，咱拄着即款的经句，就是爱搁一遍反省为什么咱会拄着即款的经句。所以对迄个所在起点，因为圣经讲伫倒个所在跋倒，就是所个所在安那爬起来，
伫迄个所在含乐，就伫迄个所在，搁一遍来反省、悔改、认罪、检讨了后，上帝就将迄个望放伫恁的心内。有安慰着因，无安慰着恁，我毋知。总是对迄点开始，我就无有机会，搁伫迄间教会讲道。所以伫迄中间，你讲上帝话语，若毋是伫咱的生活的中间，诚侪咱的帮衬。佫真让咱伫迄个话语的中间，真正活出耶稣基督，迄个为着人流血、为着人牺牲即款的生命，咱做一个基督徒，就亲像攀一个十字架共款，甲十字架甲基督徒这个名称当做咱的装塔，安尼会了解无？我相信会通了解对无？所以今日我来的是，我咧甲大家三甲来思考的一个是，咱这个所处的环境，甲伊伫中国内底所处的环境，因为中国即摆有9000万甲共产党员并济的基督徒，这是全世界中间的基督徒人数啊，上济的国家，总是伫迄个国家内底，还有真侪人刻无上帝话。因为了一本圣经，可能就互掠去关；为了一本圣经，为了要得到一本圣经，可能是爱拆做几啊份，袂当做一本，拆做安尼一部分一部分安尼吼，然后藏伫伊上温密的所在，偷偷摕出来读。为着圣经，为着信仰，因甘愿做即款的牺牲。咱看见台湾的环境是啥物？伫台湾的环境的中间，我伫迄中间，迄个 PowerPoint 内底有无？伫这中间，要讲起台湾民间宗教的话，到底是啥物？我到伫开拓教会时，甲伫迄个曾牧师的老爸曾建宪牧师吼，做伊的传道。所以伫迄个中间，我受派到伫深山路教会去做开拓工作。迄中间有真正侪遮的庙宇，所以我大声就是爱去看遮的庙宇到底是甚物款的庙宇。真侪人拢毋敢去讲，毋敢去庙里，因为感觉庙里是垃圾的所在，是垃圾的所在，是魔鬼撒旦的所在。总是我到每一个所在，我的确第一项代志，就是去甲因拜访，去拜访遐个神明。拜访遐个庙祝，拜访毋是甲因拜，所以伫迄中间，我甲遮个人讨论，我讲，恁所信的主神是啥物？伊讲，阮信上帝啊，阮信先天上帝。我讲，阮嘛信上帝呢。我讲，恁的先天上帝是安那先天呐？先天是啥意思？恁知无？天地玄黄，所以玄是北平啦，所以先天上帝是北极星，北极星北极神。所以伫迄中间我甲因讨论了，搁另外一个庙哩叫做大道公庙。恁知大道公庙咧创啥？大道公咧创啥无？咱原来对民间宗教信仰来信主的，请举手。有哦，真侪几个哦，大道公是咧做啥？毋知嘛对无？所以我甲迄个大道公的迄个庙祝在甲伊讨论的时啊我问伊的时一问三不知，检查捌一出啦。总是我甲伊讲这大道公就是安那伊讲不是啊，你哪捌标我济啊？讲当然咯。迄人的记录、人的历史拢嘛有写这，所以你甲伊讲啥物？讲大道公是一个好人，总是为着尊敬这个好人，甲落尾就变做啥？变做恁的神，变做恁的神，总是阮的上帝，我所信的上帝，这是创造迄个人的上帝。安尼创造伊的较大，还是迄个神较大？伊有这个医学，这是医疗的神啊，医疗的神。所以，这个医疗的神，伊有这款的医疗的技术，这款的智慧，迄个智慧是对对来，是对创造伊的主、创造伊的上帝来。所以，你要信上帝，
还是信大道公，倒一个较要紧。所以这是真侪，你若唔知即款的底下，你就无法度甲伊对话。你若无法度对话时，你无法度将上帝话活活伫迄个人的中间，甲伊相交分享。所以你所虽然咱信足久，总是咱无法度去讲出上帝话时，就是因为咱无明白迄个是甚物款的款式。你知是保罗伫迄个雅典的时啊，甲伫雅典遐哲学家咧讨论的时，伊咧讨论什么？咧讨论信仰。伊讲我伫迄个全雅典的中间写的神庙，我拢看了啊。所以咱毋免惊遐个，你若真正有真实的信仰，有上帝甲你相交伫地，你就爱去认捌遐个人所拜、所雕刻的偶像，去了解了后，你才有法度甲因讲话、甲因对话。所以保罗就亲像安尼，我是对保罗学习的啦。所以保罗亲像安尼，到伫迄个雅典的学堂的中间，在讨论这个学术、讨论信仰的时，因为雅典拢总有3000几个神明，比咱台湾可能无较少哦。所以伫迄中间，伊伫遐讲我看见恁所拜的拢唔对啦。你独独有恁中间有一个迄恁唔捌的，迄才是真正的上帝。真正的神明，迄个叫做恁唔捌的上帝，未世之神。所以透过咧因唔捌的上帝，伊来讲起迄个唔捌的上帝，就是创造天地主宰，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迄个创造主。所以伊若唔捌遐个人，唔捌迄个环境，唔捌遐个信仰，你无办法甲因对话。所以保罗伫迄个所在甲因对话时，遐学者听甲哪啪啪啪。虽然也无法度信，总是起码了解讲这个人比阮搁较捌，迄个未捌之神是甚物？所以伫这个中间，上帝话是咱真正着爱努力去学习、去挖掘、去效法、去实践。一个真正要紧的基础，迄个基础是你的本钱。你若无有本钱，你就无法度去做生意。你若无有本钱，你就无迄个材料，无迄个本顶，你就无法度去影响别个人，敢毋是？阿妹无？所以圣经公会伫这个所在内底努力讲，是互每一个人拢会通有捌上帝话的机会。那安尼是。咱敢无应该就爱支持，所以圣经爱我来，感谢咱过去久长以来对圣经公会的支持。总是我也搁一遍来呼吁，咱就三更努力，互上帝话真正真多正人所认捌的话。所以伫民间宗教的信仰中间，咱知影天顶有啥？玉皇大帝。总是你敢知影？台湾的玉皇大帝什么人咧做？你敢知？有一个神明叫玉皇大帝，毋是？我若甲咱讲，甲民主国家共款的，我若选举的呢？玉皇大帝是选举的哦。这有当时是关公在做玉皇大帝哦，有当时是倒位的神在做玉皇大帝哦。总是伫阴间，什么人做王？阎罗王，18钦差对无？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见这个民间宗教的信仰虽然是对佛教、对道教做中心，总是了佛教、儒家的道理融合做伙时哇，变作非常丰富、非常复杂。所以当然有一句话，讲有拜有保庇，有食就安那有惊气啊。咱要听即款的话无？所以伫迄中间，为什么有拜有保庇？因为你若一个拜无对惨啊！迄个拜无对的会找你的麻烦，会找你的麻烦。搁一项是甚物？迄个台湾的神明足侪，所以强龙不压什么？强龙不压什么？地头蛇啦！地头蛇是正的，还是阴的？阴的嘛，
伊呢就是恶嘛，所以是歹的呢。啊，地头蛇若是歹的，为什么强梁？梁是中国人来讲，梁是啥？上用的啊，对无？所以因遐人讲，因是梁的子孙啊。总是拄着地头蛇还是安那，嘛着爱屈服呢？或者什么奇怪，什么理论？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见，伫民间宗教的信仰有足侪神明，总是这神明有正的，有奸的，有阴的。啊，正的是啥物人？你敢毋知？哈？玉皇大帝对无？吼，啊，总是大道公咧，偌正的啊！啊，搁另外王爷公咧，王爷公是正还是恶的？还是阴的？正啊，错。王爷公是阴的，所以伫迄中间，王爷公是啥物？就是瘟疫的神呐。啊，瘟疫的神是好啊歹？歹嘛，啥人讲去惹迄个瘟疫的神，所以就爱甲伊送王船，甲迄个瘟疫用迄个王船甲伊做了，甲伊烧去。我去家庭的时，我伫迄个家庭的时，哇，家庭是烧王船上出名的，烧王船上出名的。迄船是真正的船哦，做了好势好势，啊，面顶贴足侪金纸，什么生礼等等，这祭祀拢贴伫面顶，啊，贴伫面顶了，拖出去到伫迄个家庭的迄个海岸的迄个沙滩的所在啊，啊，放火就烧，啊，甲迄台船哦，因以前是甲船船撒出去海呢，放互烧，总是佫会产生真侪其他无共危险嘛，对无？所以全拢伫沙滩内咧烧迄个王爷船。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见，迄个真侪神明，你若正的拜无着，阴的拜无着，反正你若拜无着，你就真惨。我伫太平间教会做传道的时，捌甲曾牧师老曾牧师吼，就是咱曾牧师的老爸啊吼，啊去赶鬼，啊，迄个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迄是一个踮伫迄个圣公女子同学吼，诶边仔有一个教会，一个外教派教会边仔的一个住民，啊有一个查某囡仔生做真水，总是吼贵妇身，所以贵妇身的时阵吼，啊就互伊行出去穿甲水水啊吼，啊到伫迄个伊边仔就菜市啊嘛，啊到伫菜市啊时啊吼，哦发作起来吼，烫甲无半领。啊！然后互伊请起来，才互伊退价，迄神明退价，啊退价了后，这查某囡仔啦，哇，歹势甲要死，惊啊要死对无吼？啊惨嘛！啊伊的衫伫对，后壁所在啊，所以伫迄中间吼，受尽糟蹋，受尽糟蹋，所以。对台湾头拜到台湾尾，拢无道义。所以有人就甲伊讲：啊，你去找基督教耶稣，迄个找基督教的牧师好啦。啊，所以报到尾啊，因为隔壁迄个团队吼，可能较迄个道行较无遐入深，所以就走来找太平间这台南上界古老、上界久、上界大间的一个教会，啊，拄啊曾牧师做牧师，所以。啊，曾牧师就招我，啊招其他遮几个中级，啊做伙去。入去时，曾牧师问讲：你是对倒来？伊讲：我是迄个官邸厅，我对官邸厅来。你知官邸厅是拜什么？民间宗教官邸厅拜啥人？你敢知？关公。关公是正神还是阴神？正神啊，对因来讲是正神啊，所以伫迄中间吼，伊讲啊，你既然是正神，你现在走来咧糟蹋这个查某囡仔，啊，你到底是啥物？伫内底扮演啥物角色？伊讲我著官邸爷吼，头前迄只虎啊，哦，后尾个虎啊，都会作怪咧吼。所以啊，你先来甲糟蹋。伊讲啊，你都毋知咧，讲着气死人，因为哦，伊到伫迄个水仙经。台南的举手，咱中间台南的举手，台南有台南来无？一个水仙经你就知着无？
水仙宫是咧拜啥？拜妈祖。哦，啊，观众听这无共的系统的对无？所以伊去水仙宫的时哦，用个声类偌澎湃咧。啊，甲我观众听的时哦，迄显的什么声类啊？为着声类大细分，含火都会起来庆婚，所以就会糟蹋这个家庭，糟蹋这个查某囡仔。啊，你想，这款的神明，通信啊毋通信？所以透过安尼，阮去的时啊，甲赶出去。曾牧师道行较深，所以就甲赶出去。总是这个查某囡仔甲阮讲，要伫门边的所在啊，无出去，秘伫遐。啊，所以阮就用迄个圣餐，伫遐因为有圣餐的水，所以哦，我用迄个即款的因为咱长老教会无即款的赶鬼的即款的故事，无真侪即款的故事，所以阮就用迄个圣水，亲像天主教安尼哦，甲秀，祈祷赶出去。所以这个查某囡仔到落尾毋敢带，袂使带伫，毋敢带伫因兜，怎去带伫教会，甲一个女的传道做伙徛起半冬久，恢复正常，倒转去，全家信主。你看姊妹，伫这个所在咱看见，你若对民间宗教拢一无所知，你就无办法对这个民间宗教台湾90%几的百姓讲起耶稣基督。所以，我真侪教会有的教会毋是真侪教会，有的教会特别请我去做中级训练。我去做中级训练的时候，我拢甲因问讲：啊，恁忙安怎训练？训练恁是物？恁的基态要爱知影啥？伊讲安那服侍，安那等的，安那传福音。我讲好，安尼，咱就安那传福音开始。我你要传福音的时啊吼，那我捌做过企业顾问的执行助理，所以我用这个。企业顾问的立场哦，来甲大家参加来参详研究。你要传福音是要甲耶稣传互伊对无？啊，甲你要甲你做生意的时，要甲一个产品卖互伊吼，卖互遐个顾客，迄个观概念有共款无？有共款无？你去买物件的时吼，咱来甲你讲啊，这手机啊吼，可能会通翕相。啊，这可能会当安怎样啦？啊，这手机啊，可能安怎样哦？啊，可能安怎样？你迄支手机啊，你要买无？为什么？有足侪无可能的嘛，对无？你讲可能就是有无可能的所在嘛？啊，你若讲袂清楚，啊，人甲你问讲，确定无？有可能啦，啊，你会买无？绝对袂买。你信耶稣会得救无？安怎得救？我嘛毋知。安尼，人会信袂？袂信，所以我哋用这个行销的理念，即甲这中级三角讨论。我讲咱的教会咧卖什么？咱的教会咧卖是卖耶稣呢？总是你要卖耶稣的进前，你就爱知影耶稣有甚物款的特质。啊，你要卖耶稣是要甲耶稣卖互伊的时吼，你就爱有迄个经验的故事对无？你若家己本身都无迄个经验，空嘴爆嘴呢？你敢知？所以伫迄中间，上帝话伫即个中间，咧显明你教义甲上帝结连无？你甲上帝的结连，上帝的话、耶稣的话，你有深深去体验无？咱也无去有即款的体验，咱真困难。伫正人的中间，伫分享基督是主，耶稣要降生，甲咱欢喜红婴仔出世尔嘛。第二项就是，咱伫咱的台湾的宗教的中间，还佫一个佛教，佛教的影响非常的大。咱知影即摆上界大的宗派是啥物？主祭。我做志工的训练，伫全台湾拢总训练过几百场，然后有5000几个人参加过志工的训练。毋知咱后埔教会有参加过我办的志工训练无？可能无迄款哦。所以伫迄中间，我咧甲这人直接的是有中间有1/10是非基督徒，去做基督精兵的训练，结果嘛有迄个非基督徒来参加，因为咱开放的。所以这中间对佛教
咱就讲啊，行做好行善事，你就随时就啥助济，敢毋是？出自自公，总是你要做主济人吼，啊，做委员吼，古早30当前是100万的，即马已经100万吼，买袂着啊，买袂着。所以这中间咱看见佛教的信仰有真正侪只的咱所毋捌的。你上较要紧的有一个是啥物？咱就了解讲，释迦牟尼是佛教的佛祖。这个佛祖伊是一个印度的王子，伊伫生活感觉是在康熙的时阵，伊就爱出家。若要用出家是佛教的话啦，那用咱的话是讲叫做离家出走。你感觉我做王子嘛无意义，所以就离家出走，然后伫一个菩提树下面的树骹吼，其实菩提树吼伫台湾足济，你敢知？你捌看菩提树无？后摆人，这兄弟若毋捌什么菩提树，你也带去看。树叶啊真大叶，啊就真济所以伫咧树骹伫遐咧想人生，用顿悟。啊，顿悟一项，伊讲世间拢是空，所以内底有一个叫做因落要发展出受想行识五蕴。啊，其实这个五蕴中间进前要有一个四大怎么样？四大皆空。其实四大皆空是受想行识加而已啦。总是会变做四大皆空的进前是有色。咱莫讲迄个色当作是女色的色。迄个色是啥物？就是你目睭所看得到的，你耳孔所听得到的，你鼻仔所闻得到的，你才会目睭、鼻、喙、舌、耳这个这个五官你拢会通去经验到，包括你的心，拢会通去经验到、看到、理解到，迄个物件拢叫做色。所以伫这中间对色了后，你承受有一个受字对吧？受，然后你就去想，看到了入你的心，你去想，想的了行出来，然后最后啥？行出来了变做你的习性，迄个习性就是色。所以伫迄中间，这是佛教真简单。咱今日毋是咧上佛经啦虽然我捌伫佛教2年久，所以伫这中间，这个五蕴，就是互你伫你的世间的中间，你看到，其实甲咱的信仰有真正类似的所在，因为拢是上帝创造的人，所以伫体验有同款的体验，总是伊讲，你着看遮的拢总无，你拢伫你的心内拢总是空，你看到的色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而且足现的对无？意思是啥物？你所看到随时变化，你根本你即摆看到，甲你一时礼拜刷了看到无同款啊。所以迄个叫做空。空总是伊有存在无？有存在啊，所以叫做色。所以空就是色，色就是空。或者听起来安尼真正现的款式。总是实际上，伫咱中间，咱敢是看世间，保罗讲，我看世间做啥物？做粪扫。我掠耶稣基督做我的至宝。上帝话诚做我的准绳。所以，若毋是伊了解世间在受想行识，这个五蕴拢已经伫伊的心内，拢毋是问题啊。伊会通真清楚认捌主耶稣无？无度。所以伫这中间无真深的奥妙的意义。所以咱的生活中间，你若甲你的生活内底这五项看这真要紧。你所看到、你所听到、你所闻到、你所食到的、你所拢看得最要紧的。你甲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遮啦，就离开去啊。所以佛教的中间，伫遮咧讲，要避免陷入伫即款的五蕴的中间。你五蕴会产生什么？轮回。轮回有六道轮回。咱讲六道轮回对无？真侪人拢知影六道轮回，是六道轮回是啥？
咱以前捌做过不够大的请举手，无哦。我捌做2档，甲同学吼走去善导寺，所以迄个和尚甲我讲吼，迄个师傅甲我讲，哇，你足有不连呢？什么原因你敢知？因为这个师傅吼，伊个徒弟啊吼，有真侪拢色，因为解色的色吼，就是不的迄个和尚的意思嘛吼。色正觉，色正贤，色正什么？哇！你搁较赞，因为你叫做色正智，拢免改名，所以这有不言对无？啊，佮不教阿弥陀佛什么意思？你敢知？叫做无上智慧两根啦。所以你色正智吼，哇，这个师仔爱扣。总是我落尾我问伊一下，我伫轮回中间，6道轮回拢总有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精神道、地狱道，拢总就恶道。所以6道轮回中间，你若来苦修了，你能修这个道行了，你道行有够，你才能脱离迄个轮回，才袂阁陷落伫轮回。啊，是轮回中间，你会通对精神道变做人道，你对人道变做天道。所以伫佛教中间，因有人讲耶稣嘛是天道咧，有影嘛是咱讲天顶的主嘛对无？佛教嘛把耶稣当作是啥？是天道的一个分子。所以因为天道，所以犹佫是佛的下面，敢毋是？所以伫这中间，咱讲要避免陷落轮回，就爱苦修。修无够吼，无修吼，迄以前的修的拢无准绳。总是伫咱的信仰的中间，你只要信，就袂抵到陷落伫迄个轮回内底，袂抵到陷落伫迄个轮回。你才能真正去真清楚你头前的道路，就亲像圣经伫迄个诗篇119篇150，甲咱讲什么？讲你的话是我路上的光，是我脚前的灯。你的上帝话变啊，诚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咱若拢干读一个圣经啊，内底摆堂即摆足方便，即摆我看去到逐间教会吼，教会头前的即个拢有圣经诗，啊，即摆佫嘛免囥圣经诗呢。有啥？有 PowerPoint， 所以伊厝里有读圣经无？无人知。有在努力认识上帝话无？唔知。内底摆堂嘛免安尼摸这么重的圣经诗对无？啊，所以吼，今仔日基督徒足好命的，阿妹吗？啊，是这样，大家拢足好命哦。哦，手机啊嘛有对无？总是我嘛甲讲道片写伫遮。所以我就摕这是在看我的讲道片。总是在读圣经的时，我袂用这读，因这了有当时也走去就无去啊。总是我若这会通现来现去，会对照，会通知影讲这个互相的关联。哦，所以伫迄中间我出外一定揸一本圣经，毋是用手机啊。所以伫这中间咱看去，上帝话咧帮助咱，毋是亲像佛教咧讲放下屠刀。屠杀的刀，迄屠夫啊吼，杀生嘛对无？啊，立地成佛。哦，这是咧鼓励人毋通做歹，毋通杀生，要和平共存。我相信伫受造中间和平共存，这是嘛咱圣经内面的教示，敢毋是？总是咱伫这中间，毋是用这个诚侪咱的尊情，哦，放下屠刀，这是咧甲咱讲起讲，咱着悔改认罪啦。伫悔改认罪了，你才能真正去清楚认捌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甲伊的内涵。互咱人捌迄个意义甲内涵了后，才能伫你的心底产生变化，互你的生命换新。所以保罗先生讲一句话：用我的心意换新，变化家己，互我通认捌上帝顺传。通欢喜的啥？旨意，
真好一句话。我问咱兄弟姊妹，伫今日圣经主日的时，咱三甲来吟念。因为时间的缘故，我相信诗篇119篇吼，下面我刚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咱等于好好去读，因为拢总有176节。所以伫个中间，上帝话吼，因叫做托拉。总是上帝话迄律法，即字托拉即字，毋是讲律法，迄死死的律法，伊是伫原来意思啊，有一个叫做教示啦 ，teaching 就是教导、教学、指导。所以你甲遮个做父母的，你讲你着爱用上帝话来教示你的囝儿孙，咱来到伫耶路撒冷每一个礼拜四，耶路撒冷的靠墙下面、圣殿墙的下面遐吼，拢有圣经的考试。迄列比伫迄个所在，以色列百姓吼，迄囡仔若大汉，查某囡仔若13岁，12岁，查甫囡仔13岁，啊，就爱到伫迄个所在吼，去互列比考试。啊，伫迄个段看伊捌圣经无，捌上帝话无，用摩西五经做考试的目标。所以伫迄中间吼，若遐个囡仔讲印袂出来的时啊吼，上见效是啥物人？父母呢？所以三字经讲是人讲子不教，啥物人来教？父之教，这是犹太人的中间上清楚。执行的真正认真的执行，总是咱即摆三字经是三字经，迄是甲咱无关系对无？咱有讲嘛，总是我感觉有道理呢。迄个道理若袂正做咱的帮衬，迄个道理无太讲。犹太人甲迄个道理真正伫日常生活中间彻底的执行。虽然中间有耶稣在责备咧该骂的即个法利赛人，讲假好的法利赛人，因为敢若会晓死守律法，总是毋知上帝伫律法中间上解要紧，迄个上帝听。所以这中间有真正侪遮的物件，咱来学习。所以靠着上帝话、上帝恩典，咱过得胜的人生。所以下面一张在甲咱讲什么？伊讲诗篇119篇，这个拢总是用20字的字母，因为希伯来语拢总有20字的字母。啊，这20字的字母中间吼，伊这首诗篇119篇哦，拢总分做20字段、20字段。啊，每一段中间拢有8节，啊8节的下面吼，佮分做一节，佮分做2部分，相对应的一个诗。所以伫迄中间拢总吼，那20字节、20字段，啊每一段拢有8节，啊安尼拢总偌济？176对无？所以伫迄中间176段。拢咧讲什么？拢咧讲上帝的话、上帝的律例、上帝的教示、上帝的训示，等等，这总结来讲，拢咧讲上帝的话。所以伫迄个圣经中间，你看有上帝话的好处，有上帝话的境界，有上帝话会通帮助你安怎样，有伫上帝话，互你会通知。迄条道路是啥物？所以诗篇119篇，有人讲是圣经中间的瑰宝，圣经中间的瑰宝。所以咱就爱常常去读这段圣经，帮助咱日常生活中间真正会通去了解更较深。所以伫这中间，我要结论来讲，今日圣经迄个。米迦书甲咱讲一句话，伊讲世间人啊，耶和华爱你什么？耶和华支持你什么是好？耶和华支持你什么是好？伊讲，伊爱你的是什么？伊讲就是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上帝三角行。犹太迄个。苏格拉底，伊咧追求一个真正要紧人生的目标，叫做 What is good？
什么是良善？啊，伊的徒弟柏拉图甲迄个 What is good？ 伊讲迄个 good 就是啥 ？Justice， 公义。人若无公义、无正直，毋是好。所以伫迄个后壁，苏格拉底咧讲后壁，还佫另外一个追求目标，叫什么？叫做 How should be a man？ 一个人着安怎样做？所以迄个 good 甲做是真诶要紧结连做伙。所以，望咱透过这段圣经，会通帮助咱，互咱会通伫信仰诶顶面日日得到进步。嘛，互咱伫透过圣经上帝话帮助咱，会通更较清楚了解了，互咱能开喙讲起上帝话来帮助遐个毋捌上帝啦。参考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对你的话搁一遍得到激励。求你使阮祝福伫后部教会所有兄弟姊妹顶面，互阮每一个人会通常常亲近你，常常追求人物助你的话语，互阮对你领受，也对你来行上帝你所爱阮行的道路。伫你的面前，阮安尼感恩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感谢詹牧师今日真好的分享，愿上帝赐福伊，伫咧服侍甲伊家庭顶面，互伊蒙恩得福。谢谢。今日是圣经公会纪念主日，咱要白白为即个代志来，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咱只是要来回应上帝的话，咱用圣诗第553首，为主来做伊干净。咱请起立。
坐，咱即时是奉献的时间，咱请特州的执事来侍奉奉献。阮献上阮的感恩，愿照住你的旨意，来行做一切圣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下周的圣工的分担甲聚会内容，请咱家己来注意。奉献的精神的部分，嘛请咱来家己来看，若有啥物出入，再来请我来更正。报告的事项，伫咧礼拜后第二长的华语礼拜，请服侍的同工继续倒留来服侍。妇女团契伫咧4楼有聚会，主理是月祝长老，内容是练诗，欢迎姊妹踊跃参加。下晡1点，请伫咧4楼有聚会，内容是明年度的事工研讨会，主理是众贤会长，欢迎社青踊跃参加。到明年的月历已经到啊，请咱会记咧1号摕1份转去。要加订圣诞歌要送亲友的，请咱来阿晚节来登记到后一个礼拜日截止。伫咧拜三，即个礼拜的拜三，伫咧3楼有新眼光的查经会，查经班，请欢迎参加。第3点，恭喜咱本会黄瑞祥长老、秀梅姐的宝贝查某囝怡琳，伫咧即个倒来的拜六，要伫咧11点，伫咧彭园的新版馆花园厅，要甲李金龙先生来举行订婚的感恩礼拜。4点，伫咧后一个主日下晡1点，6楼要召开中执会，定期的中执会有半年度事工的检讨，甲新年度事工的计划检讨。请中执甲新的旧的团契会长拢致意参加。若有提案，请伫咧12月初9拜五进前来交予咱的中执会的书记李宪伟执事来统整。第5点，抗日团契要伫咧12月18，迄个主日的中昼12点，伫咧特香斋有年终聚餐。感谢同工1年来的辛苦。新楼商业午餐一人是500块，客友参加只要交200块，其他是团契来补助。请阿晚节来报名，并且确定缴费。
今年的圣诞节的活动，今年圣诞别无共款，平安圣诞节的系列活动是伫咧12月24号拜六下晡阴暗的7点，伫咧4楼要组织要彩街报佳音。这个活动是要青少区的俊杰会长报名。伫咧过一个伫咧12月25迄个主日的中昼12点到3点，要伫咧教会的3楼举办成人生命故事音乐会，有备参点，佮趣味活动加音乐见证。同时段伫咧6楼嘛有举办儿童的欢乐圣诞节，共款有备办参点，嘛有故事手作，佮有游戏，遮个活动，咱欢迎咱会友邀请福音的朋友同齐来经验耶稣基督同在的平安，嘛请倒来即个礼拜12月11，到咱教会逐个团契的群组来报名，也是扫 QR code 报名。第7、第8、第9，咱请咱家己注意。倒来本周的寿星是林圣山乡，12月初8，12月初9是庄福音。咱请起立，祝他们生日快乐，日日蒙恩得福。咱来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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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生日快乐，日日蒙恩得福。倒来同心大道的部分，咱请林牧师。咱非常感谢詹牧师用美好的分享，伫咱中间来，咱拍拍啊，该感谢牧师。咱即时请兄弟同齐起立，咱三甲来同心来祈祷。是阮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满心感谢你的恩典，祝你搁一届召集阮众兄弟姊妹来到伫你的圣殿，阮来听主你的话，阮会当搁较来明白要怎样将即个信仰会当来人来传福音，来讲即个福音的好处。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伫咧主你的话的中间，阮会当注意来伫遮来明白，先将主你的话的甘甜的美好伫阮的心上来显现出来，互阮来得到即个美好的滋味的时，阮才会当来甲人有好的分享。阮满心感谢主你的大恩典，但愿即时要将阮教会兄弟姊妹拢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赐阮大大祝福，伫阮逐人的家庭，伫阮的服侍，伫阮的职场，伫阮的人际关系，伫阮的身躯的健康养正。主啊，你讲敬畏你的人，什么好处拢无欠缺。是主，阮要甲阮的众兄弟姊妹拢交托伫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主大大施恩来祝福伫每一个人的家庭的当中，互因出入拢总有平安，互因所行所做拢成做别人心善的对象，因为主你的恩典藏伫因的里面。主，阮满心感谢，但阮也为着即个阮的国家社会来祈祷，求主来祝福阮即个台湾所徛起的所在。主啊，阮的祖先伫遮，阮现今也伫遮，阮的囝儿世世嘛要伫咧遮定居，所以阮恳求主来祝福伫台湾即块土地，互即个台湾兴起迄个正直有即个正义是有智慧的心的政治领袖，互因会当存谦卑的心、敬畏主的心来
来治理遮的百姓。主，我满心感谢，但阮也要为着兄弟姊妹即个出入拢平安，求主看顾带领。阮为着出国的兄弟姊妹，三个来台岛有骆文一凡子婷、依山因伫澳洲，彩云、国强、伟丽伫美国志宇、仲奇专家，还有文腾、义军洪宇因伫即个伫即个中国的所在，梦如伫法国，也有谢灵兄专家伫南非的所在。主啊，求你来照顾、来看顾因，无论因伫逐所在，拢为因来备办一个属灵的即个家，就是伫教会内底会当服侍主，会当伫遐正做因的野卡。主，我满心感谢你，阮也为了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三体祈祷阮也各有兄弟姊妹因确诊的当中，求主赐福，互因的病痛拢会用减到上界轻。主啊，阮的肉体虽然会衰烂，总是阮较无你的心，要每一日来增加。求主用你的话养持阮的灵，互阮的灵刚强壮大，阮就会当拿亲像鹰鸟来体恤飞悬。主啊，互阮奔走伫即条人生的道路，哪行哪有困难，哪行哪喜乐，因为主你教阮三甲之地，阮满心感谢你阮也为着即个即个战争是遮的地动的国家，拢求主看顾保守。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踏出你的教会时阵，会当照着主你的旨意来行。阮满心感谢、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即是来吟上营的诗歌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詹牧师来为咱祝祷。但愿上帝话充满伫恁每一人的心，互恁领受上帝大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对主耶稣基督对死过活的灵，通逐所在为主做水的见证，诚侪主的器具，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祷。当咱只是礼拜到遮，咱会记哩，咱要转去，会记哩来实践咱上帝的话，祝福咱兄弟姊妹，每日拢有喜乐平安，甲咱三甲一个。